我跟他们基本上这些最主要的几个组织啊，包括美国维吾尔协会那个维吾尔协会的现任的主席库扎特。公开的称为我是他的导师就是我们那个一起要请他的团队我带他们去白宫、去国务院、去这个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带去英国的议会，带去这个联合国，带去了这个欧盟的议会去一起作证那么包括这个佛教，就是这个藏传佛教的组织那么维吾尔的还有一个叫维吾尔人权这个项目那个组织都是我很要好的朋友那么我们就是说在他们出事，就是集中营事件一出之后，然后我们马上就组织，我们应该是第一个这个组织吧，这个就是说这个非政府组织基督徒的。我们就是组织特别为他们的祷告会请他们包括这个热比亚的女儿，热比亚女士的女儿，还有其他的人呢，都到这个到弗吉尼亚我们的朋友的这个教会专门去就是说听听他们的就是述说为他们祷告。我也请他们这些组织负责人去达拉斯、去德州找我们合作的美国教会就是上台请他们讲，为他们祷告。有关国家的致函罔顾事实真相，对中国无端指责和攻击污蔑，公然将人权问题政治化，粗暴干涉中国的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